嗱，懶嘅人咧先有機會發達。我所指嘅懶咧，唔係話佢好安逸啊，或者係好怕辛苦啊，係厭惡呢個低效同埋拒絕重複嘅思維嘅模式嚟嘅，而令到嗰個人更加聰明咧去解決方案。我哋要重新定義懶惰，表象係咩咧？佢係唔願意做一啲重複、單調、低價值嘅工作，而實質佢係追求緊一個有效率、最大化嘅槓桿嘅思維。嗱，懶惰係可以驅動創新同埋財富。歷史證明俾我哋知道，人類嘅進步係由懶人嘅推動嘅。嗱，大家諗一諗，你懶得行路，於是你就發明咗呢個車啦；你懶得去計算，於是就有人咧發明咗呢個計算機同埋呢個電腦；你懶得去出門去買嘢嘅，咁呢個世界有人創造咗呢個嘅電商嘅平台。咁關鍵在於係咩咧？就係你會將個時間同埋你精力喺呢個執行轉移到去設計系統同埋呢個尋找呢一個槓桿上面。三種咧可以令你發達：懶惰法、懶於重複、勤於動腦啦。唔好去做一啲嘅機械式嘅工作，你反而係要不停去諗有冇一個更加好、更加快嘅方法。懶於親力親為，勤於建立一個系統。你嘅時間係非常之寶貴嘅，你係應該投資去建立自動化嘅流程，或者打造一個平台。第三，懶於短期嘅忙碌，而勤於長期嘅規劃，呢個係非常之重要。我哋要避免戰術上嘅勤力，戰略上嘅懶惰，將精力去投放喺能夠令到未來越嚟越輕鬆嘅事。最後尾有個金句俾大家，就係話唔好用戰術上嘅勤力去掩蓋戰略上嘅懶惰。我哋要學識聰明嘅懶惰，為自己設計一個更加自由、更加高效嘅未來。